以珠為媒，以心傳韻。2026年世界珠算心算聯合會第9屆珠心算比賽報告。盛夏北京，滿城珠韻。2026年世界珠算心算聯合會第9屆珠心算比賽已經圓滿結束。今次賽事各路高手齊集，場面安排井井有條，全程都充滿人情味。呢場比賽唔單止係世界各地珠心算好手切磋技藝嘅專業盛事，仲係一個傳承中華非遺、同各地業界人士交流、令小朋友成長嘅好機會。世珠連帶會由頭到尾安排得周到細緻、貼心專業。我哋參賽嘅選手、教練同一齊過來嘅家長，全部都好感動、好暖心。我哋喺比賽文化體驗入面，一齊贏到榮譽、成長，仲識到好多業界朋友。今次大會籌備做得非常到位，每個細節都見到用心。7月24號夜晚，大會專門召集所有代表隊、領隊、教練開賽前會議，逐點講清楚成個賽事流程、比賽規則同時間安排。會場氣氛好融洽，大堂仲特登設置珠算非遺展覽，擺咗好多有歷史價值嘅珠算文物，完整講解珠算幾千年嘅發展歷史，令我哋未開始就先浸潤珠算文化。另外，大會為每一位領隊、教練同選手準備成套資料袋，入面有《神奇的中國珠算歷史篇》同《神奇的中國珠算綜合篇》2本專書，等我哋可以加深對珠算嘅認識。咁周全嘅事前準備，令我哋由香港遠道而來嘅隊伍全程都好安心。成個賽事除咗講專業，仲充滿溫情同儀式感。7月25號朝早食完早餐，我哋帶住小朋友做賽前熱身，調整好心態同手感，務求將身心狀態調到最理想先入場。正式入比賽場之前，大會有計劃地分批安排每隊影團體相，唔使爭位，唔使趕時間，每隊都可以留住出征嘅珍貴畫面。呢個貼心安排，無論小朋友定家長都大讚大會有心，令今次參賽多咗好多紀念意義。今屆比賽門檻好高，各地選手都要經過層層篩選，先有資格參賽。來自全球唔同國家同地區嘅少年高手一齊聚在北京比拼。比賽現場秩序井然，每個小朋友坐低都專心致志，運算又快又準，充分見到而家年輕人嘅定力同紮實功底。頒獎禮之前，大會仲安排咗特色表演。除咗真人閃算示範，仲有機械人表演心算，將傳統珠算同現代科技結合，令古老非遺運到新活力。我哋都見識到珠心算一路與時並進嘅發展。好，起面談。比賽有輸贏，但成長先係最重要。今次我哋香港隊上下齊心，最終成功得到 B 組團體特等獎，亦即 B 組總冠軍。呢份榮譽得來不易。只可惜，我哋核心種子選手比賽期間身體唔舒服，發揮唔到平時練習時嘅水準，總分亦未能打破過往嘅紀錄，有少少遺憾。不過，我哋一直同小朋友講，比賽唔會有長勝將軍嘅，身體狀態、現場環境、心理壓力都會影響表現。只要自己盡力，就坦然接受結果，學識堅強，學識包容，面對挫折。呢份內心嘅成長，遠遠比獎杯值錢。陪同嘅家長睇到小朋友呢個轉變，都深有體會。今次參賽最大收穫係見到兩位昔日世界冠軍同場交流，真係識英雄重英雄。一位係早幾屆世珠聯總冠軍傅海都，專長8位數極速閃算；另一位就係港珠協會一手培養，曾經贏得馬來西亞舉辦嘅國際珠心算比賽總冠軍李子俊，擅長14位3筆聽心算。兩位少年高手，主攻嘅範疇各有特色，各有長處，互相交換訓練心得，分享比賽經驗。今次佢哋碰面交流，亦都證明我哋香港嘅珠心算教學絕對達到世界級水平，有實力培養出頂尖選手。賽事期間，吳會長有幸同浙江大學陳飛燕教授深入傾偈，獲益良多。陳教授係珠心算腦科學方面嘅權威，20年來專心做相關研究。團隊透過大量腦部掃描實驗證實，長期規律練珠心算可以優化兒童腦部結構，提升大腦活躍度，有效增強小朋友專注力、記憶力、邏輯思維同情緒管理能力。用科學講清楚珠心算啟智嘅價值。我哋而家就靠呢份權威研究，慢慢改變香港家長對珠心算只係計數技巧嘅睇法，令更多家庭認識珠心算培訓對小朋友成長嘅好處，為香港推廣珠算打好基礎。
比賽完咗之後，世珠聯大會統一組織參觀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館，館入面有傳統拓印體驗，小朋友可以親手做古代刻印工藝，親身接觸非遺手藝，深刻明白珠算作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重量。參觀途中，吳會長重遇韓國同印尼珠心算協會兩位會長，佢哋相識10幾年，歷屆國際珠算大賽都會碰面，今次在北京重逢特別開心，大家互相交流各地教學方法，培養選手嘅經驗，以算盤作橋，將中華珠算文化推廣到世界各地。我哋還私下安排咗去故宮、長城、頤和園遊覽，同埋品嘗北京烤鴨、特色河鮮呢啲行程，讓小朋友同家長感受更多北京本土文化。今次真係要衷心多謝世界珠算心算聯合會嘅安排，比賽既專業又暖心，為全球鍾意珠心算嘅人搭建公平比拼、互相學習、傳承珠算文化嘅平台。由開會、比賽到賽後文化參觀，每個環節都安排妥當，令每一支外地隊伍都玩得好開心。亦多謝每一位全力以赴嘅小朋友，憑熱愛堅持訓練。多謝一路陪伴支持嘅各位家長，見證佢哋每一次嘅進步。幾千年珠算文化靠一代又一代人傳承。今次北京參賽之旅，唔單止係一場比賽，更加係文化浸潤、擴闊眼界、修煉內心嘅寶貴經歷。未來香港珠心算專業教育協會會繼續守住傳承非遺嘅初心，結合腦科學研究，完善教學，持續促進港澳、內地同海外珠心算交流，培養更多達到世界級水平嘅少年選手，令千年珠算非遺喺新時代繼續發光發熱。